大家好，今晚谷草上演國際騎師錦標賽，上步歌馬3匹心水提供，分別係第一場5班1650米嘅駿馬之星，第3場4班1650米嘅有型人，同埋第6場4班1200米嘅富心星。而洛飛馬精選就係第2場5班1200米嘅同喜，大家而家一齊睇片啦！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話仲係上教啊，偷入邊上有的愛好，中間嚟你知我得啊，外邊追有喜勝進區，後多層嘅話仲有電換精英啊，出邊上咗少少呢，就維港激流埋變到駿馬之星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喜勝進區拋嚟咗個幾身位啊，出邊追上嚟有維港激流埋變駿馬之星接近終點，喜勝進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前面都仲係呢隻美麗邂逅啊，自己放啦。跟住喺第2位係加州星豪啊。咁內欄第3嘅駿馬之星呢，有型人第4啊。內欄進佔第5啦，就盈妙星啦。第6位呢，仲有街燈啊。第7位粉紅衫粉紅眼罩風繼續吹啊。大熱門紫色衫淺藍就攞出去啦，係林寶精神啊。後邊4隻博愛先鋒寶城之星慣性金穗顏色勇士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呢，就美麗邂逅佔先㗎，見到中間位置駿馬之星有型人追啦。外邊啊林寶精神上緊嚟，中間盈妙星咧同風繼續出去爭緊位，中檔位置仲有街燈啊，最後百零米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就係呢隻美麗邂逅啊，外邊冚上去就係林寶精神啊，中檔有型人同埋盈妙星接近終點第1名美麗邂逅。中後踏咧先見到一定掂嗰啲馬，響個馬林左穿右插入邊追咧，仲有隻彈球開心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有型人拋嚟咗大概1個身位啊！咁啊見到第2位嘅馬就冠寶區埋邊好勁啊！隻彈球開心，最後50米有型人依然接先，彈球開心追咗上嚟，都係第2啦。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嗰隻有型人啊，勁沙塵開始追佢，中間位置嘅馬呢，仲有深紅紅啦，後無來者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泛泛有餘啊，最後100米到勁沙塵拋離對手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有型人，出邊後無來者。出邊追上嚟仲有一生好彩，埋邊呢就係預跌偏偏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外邊冚嗰啲馬好啲喎，一生好彩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中間位置呢，咁啊仲有呢隻黑衫火悟空，埋邊係榮利雙收，接近終點一生好彩贏啊！跑第2名榮利雙收，第3名要影。見到中間位置駿馬之星有型人追啦，外邊啊林寶精神上緊嚟，中間盈妙星咧同風繼續出去爭緊位，中檔位置仲有街燈啊，最後百零米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就係呢隻美麗邂逅啊，外邊冚上去就係林寶精神啊，中檔有型人同埋盈妙星接近終點第1名美麗邂逅擺咗喺前面放到啦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林寶精神衝得順，中間有型人啦，咁啊盈妙星啦都逼逼夾夾咁樣噶啦。結果今場賽事轉過嚟谷草啊，擺咗喺前面走，美麗邂逅。中檔上仲有新力啦，出邊天外迎天亦都上緊嚟，最後百零米富心星拋嚟咗1個身位啊，見到進佔第2位嘅馬有新力啊，出邊啊天外迎天埋邊寶駿啊，接近終點富心星擺咗喺前面呢，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外邊天外迎天啊，中間夾住嘅馬呢係新力，第4名係寶駿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富心星轉咗啲配備，咁啊轉咗個路程場地，咁啊一開閘第1隻彈出嚟，一放到底，捧走西洋會挑戰杯。近鏡上嚟呢，有富心星，後邊就文采風流啦，拍住就活力太陽。接近終點咁啊勁進傳奇呢，中間走勢相當之好啊，越騎越有嘅。臨近終點佢過埋添，第2位過終點烈焰光芒啦，埋邊就挺手宏利。咁啊近鏡湧上嚟呢，就富心星。富心星唔係要每執一段24秒2，都跳咗好多。先前起重播2個集都試得唔錯。咁啊今日仔佢啲步提都幾輕幾好力，咁啊收得幾好，咁啊狀態有水準。見到外邊呢，咁啊呢隻同喜開始逼下佢嘅咯喎，響中檔位置追你有精英至尊啦、手進啦，響入邊偷位上嚟，仲有隻東方寶寶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黃金盒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同喜開始追佢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東方寶寶啦，外邊位置追呢就係呢隻飛黃啊，最後50米到，咁啊見到上咗嚟噶嘛，東方寶寶終點前，咁啊同嗰隻呢同喜一齊上嚟埋邊，仲有隻黃金盒啊，咁啊相當接近嘅，睇個去勢。黃金盒有少少力弱啦，代之而起10號係同喜，但係呢個時候10號嘅東方寶寶3幾個箭步過晒。同喜
韋達53秒報段24秒7，出翻嚟大圈單跳為主，望埋個神仔好醒，啲步頭都幾好力，身又做得好靚，咁狀態都幾 fit 嘅。